歡迎光臨沙田站。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售票機、入閘機、月台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售票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售票機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金鐘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金鐘方向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金鐘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金鐘方向月台之升降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月台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玻璃門，通過玻璃門後，再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